就好食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今仔日我伫山顶上课，拄好下课的时阵，发现头前有一丛落仔树。即马即个时节，拄好是落仔树，因咧发果子的时阵，咱做伙来看卖啊。敢有看到树仔顶这柑仔色，小块红红柑仔色的这就是落仔树的果子。这嘛有叫做这。个只，像这就是还袂黄的，种像这几粒青色的，顶面小块有一粒红色的，迄就是直要发出来，像这同款，伊发好了变安尼，像安尼，发好了一条圆顶面一支一支安尼，你轻轻甲伊挽，伊就落落来。落仔树的果子是柑仔色的。顶面一支一支安尼，这当食哦。足甜的，这丛足甜的。就好食的。落仔树因有分公的树甲母的树，公的就袂生果子出来。恁会当试看卖，这真正最好食。落仔树是一种咱做时常会当看到的树啊，甚至有当啊伫咧都市的巷啊，还是路边就拢会看到。因的叶啊，像这叶啊拢无裂开，毋过因画叶啊，迄裂开的形体做侪种。以前咱台湾有足侪野生的鹿仔，听讲因最爱食即种树仔的树叶啊，所以就叫鹿仔树。嘛有人讲是因为鹿仔树伊的树身顶悬有一寡花草，有人感觉甲鹿仔身躯迄一点一点的花草有淡薄仔像，所以有足侪种讲法。鹿仔树伊毋是干那会当食尔哦，因其实伫迄个一寡原住民的文化内底，鹿仔树伊的树皮甲伊讲的了，甲伊剥落来，伊的树皮会当起来做树皮衫。因为有即个文化，所以因爱种鹿仔树。鹿仔树迄树皮嘛是有好有歹嘛，所以因就会甲迄个树皮品质较好的，伊会甲伊种留落来，就规丛。像讲因若是要坐船去别位，因就会甲伊炸出去。所以即摆学者就是按这鹿仔树的 DNA 去分析讲，以早的原住民。这个南岛的民族可能就是按台湾慢慢探去到南太平洋这个国家，所以鹿仔树你莫看伊伫咧世界拢有，其实伊足厉害的。所以咱后摆若是看到鹿仔树咱要甲伊尊敬哦，莫感觉伊像喺世界拢有，你就感觉伊足无代志。其实伊足重要的哦，伊是咱。台湾，搁咱其他国家的民族，即个人类，因的生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食物。好，拜拜。真正最好食，你两试看卖。